同學仔，係咪一講起要寫一次難忘的旅行，或者一次失敗的體驗，你就會即時諗，又係呢啲題目，真係冇嘢好寫喎。唔使驚，睇完呢條短片，你即刻識得點寫，唔使再頭痕啦。其實寫好一篇文章，只需要掌握3個部分，就好似一場尋寶探險。首先係起步，跟住係歷險，最後係發現寶藏。只要跟住呢個格式，就唔會冇嘢寫啦。第一部分，起步要精彩，吸睛嘅開場白。你話尋寶探險嘅第一步需要咩呢？梗係一張神秘嘅地圖啦。呢張地圖就係吸引讀者同你一齊去探險嘅重要工具。究竟點樣寫先夠晒吸引呢？最有效嘅方法就係提問，就好似一個特別嘅起步儀式。點樣問？好簡單，就係將你作文題目改寫成問題，拋返俾讀者。如果題目係一次難忘的旅行，悶到瞓着覺嘅開頭係：今天學校舉行了秋季大旅行。尋寶式開頭係：你去過最難忘的地方是哪裏呢？去年的京都之旅，至今仍讓我回味無窮。係唔係即刻升級晒呢？讀者會諗：咦，我自己都試過喎。或者點解京都咁特別呢？自然想繼續睇啦。其他題目都可以咁樣玩。我最敬佩的人，就問你心目中最敬佩的人是誰呢？如果我能，就問如果你有一個超能力，你最想做什麼呢？記住呢個神秘地圖，用問句開頭就可以一石二鳥，既扣住題目又引起興趣。第二步，歷險要精彩，多元化嘅經過。嚟到探險嘅部分啦，呢度就係嗰啲風光如畫、充滿驚喜發現嘅旅程，即係你篇文章嘅經過。呢部分一定要落足本，唔可以求其。點樣先叫足本呢？記住呢個口訣：人、事、感官，樣樣齊。一簡單交代人物、時間、地點，唔使太複雜，1-2句講清楚就得。舉例，昨日是學校運動會，我亞朗同美斯唔係踢波嗰2個，一起參加接力賽。2經過要有條理，用連接詞鋪排，要好似鋪路咁樣一步步嚟，用首先、怎料、於是、最後呢啲詞，成件事就清清楚楚啦。舉例，首先頭3棒都很順利，怎料輪到我接棒時，於是我只好用盡洪荒之力。最後3加鹽加醋6感描寫，呢部分最關鍵。加咗6感調味料之後，你篇文章就會色香味俱全。不過唔使6種感官都用晒，揀2-3種最深刻嘅就夠。眼睇到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全場的觀眾都站起來，還不停向我揮手，係唔係即刻有晒畫面呢？耳聽到同學們高呼我的名字，不停叫我加油，身體感受到我的心臟狂跳，像有隻兔子快要衝出來，掌心不斷冒汗。將呢啲調味料塞入去經過裡面，
你篇文章即刻由白烚雞胸肉升級做香噴噴嘅野味雞煲啦。第三部分，發現寶藏，深刻嘅結尾。探險嘅終點當然係揾到寶藏啦。呢部分就係你文章嘅總結同感想，講下你從中學到咩道理。招式一，直接講感受。雖然最終我是包尾大班，但黃老師竟然跑過來，陪伴我一步一步走到終點。招式二，用金句升華。這件事令我明白到，原來跌倒並不可怕，只要努力站起來，仍會得到溫暖的鼓勵和掌聲。招式三，加入展望，字數唔夠時啱用。我決定以後無論遇到什麼挫折，都要記住這份被激勵的感覺，並將溫柔的力量傳遞開去。同學仔，只要記住呢三個要點：一、提問起步，用問句做開場白；二、感官足本探索，人事感官樣樣齊；三、深刻寶藏發現，總結感悟做升華，就可以炮製出色香味俱全嘅高分文章啦。以上招數都係詩匯團隊嘔心瀝血嘅結晶。如果你係小五、小六嘅學生，正為中文呈分試煩惱，我哋有個超神推介俾你——中文呈分試急救包。呢個最強網課係由資深作家、星級中文導師同多媒體創作人組成嘅夢幻團隊精心設計嘅。入面有閱讀理解同寫作嘅秘技、創意寫作框架、全方位中文線上遊戲、快閃字卡動畫，亂跳，輕手輕腳，幫你高效提升中文實力。仲有專為你度身訂造嘅中默線上遊戲，解決你嘅默書煩惱，輕鬆應付呈分試，唔使再驚。想知詳情，同埋想試玩中文互動遊戲咩？記得睇下描述欄嘅介紹啦。嚟緊我哋會推出更多幫你提升中文嘅短片，唔想錯過就訂閱我哋頻道啦。多謝晒。